多謝啊。其實講咖啡咧，就應該講佢嘅最原始開始。人類飲咖啡嘅歷史唔係好耐嘅啫，應該去到按而家嚟計，應該去到700年左右。700年，即係700年咧，應該係響中世紀嗰陣時，啱啱興起咧航海，即係有咗航海啲冒險家開始。咁啊啲英國啊，歐洲嗰邊咧，總的嚟講就係以歐洲為主啦。歐洲啊，即係葡萄牙、西班牙、英國嗰類嘅比較早發達嘅工業初期、工業革命初期已經有咗船，有咗船咧，有咗指南針，啲人類咧先可以識得讓去到非洲啊，甚至亞洲啊啲地方冒險。即係譬如我哋澳門，點解會響1560幾年葡萄牙人就已經嚟咗？嗰陣時嚟咧都係以冒險家漂流咗呢度嚟登陸上嚟嗰陣先喺澳門人哋傳説就話喺度曬魚網，其實唔係嘅，佢哋以一種探險家發覺呢度嗰個葡又好喎，淡水啊，又可以補給糧食啊，咁咧就作為一個點站。呢度咧係一個經過嘅站，咁咧住咗落嚟之後咧，嗰陣時仲係明朝，咁啊人哋咧即係明朝啲人嗰陣時係相對比較開放㗎啦，就接納佢哋，就留佢哋喺度，留佢喺度冇急啊，甚至冇糧食啊、淡水啊，甚至喺度做佢熟悉咗之後，第二次嚟咧就響攞佢哋嗰邊嗰啲所謂嘅香料啊，佢哋嗰啲先進少少嘅唔同嘅工業品就過嚟呢度同中國交換嘅，所以澳門第一個應該講我哋成個東方嘅啲冒險家嚟，我哋歐洲人嚟到東方，應該講澳門係第一站。咁咧點解又同咖啡有關咧？係好有關嘅，因為佢哋葡萄牙人咧對咖啡都係情有獨鍾嘅。真正咖啡嘅比較有深度同埋愛好嘅國家咧，喺歐洲嚟講咧，人哋只知道意大利，只知道意大利咖啡。其實意大利咖啡咧，同埋嗰個葡萄牙咖啡咧，應該係嘅愛好程度，大家都係咁中意嘅。但係咧，葡萄牙人仲中意多啲，因為點解咧？佢哋但係有咖啡嘅國家，不管非洲又好、歐洲又好，非洲又好、南美洲又好，葡萄牙人咧都會去到嗰度幫佢開發，甚至咧而家叫做殖民啦。以前好多殖民地，好似我哋亞洲嘅一個當時咖啡好出名嘅地方叫做東地門。東地門咧。所以咧，佢由於有咖啡，所以葡萄牙人對咖啡情有獨鍾，就去殖民佢，就上咗岸，即係換言之，喺嗰度係做生意又好，咩都好，始終係佔領咗咧，係叫殖民啦。全世界最多產量嘅巴西又係葡萄牙嘅殖民，所以咧，佢對咖啡有咖啡嘅國家咧就特別留意。非洲嗰邊咩安加拉啊、咩比紹啊，嗰啲全部都係有咖啡嘅地方嘅，有咖啡生產嘅地方嘅，所以佢咧就會就係入咗佢嘅殖民地。而家叫做葡語系國家啦，起碼都有10個8個都係以咖啡好出名嘅地方，都係佢呢個咧，所以應該用一句最直接嘅話嚟講，我哋成個東方飲咖啡，啲人識飲咖啡，東方人飲咖啡，應該講係第一個站係葡萄牙人將啲咖啡帶入嚟澳門，所以我哋呢個東方嘅咖啡飲咖啡嘅站應該係第一站澳門。因為澳門對咖啡嘅歷史就嗱，而且應該講係我哋東方嘅起源地啦。咁啊，但係咧，佢嗰陣時都仲有一個叫做鹿兒島，鹿兒島咧就係喺日本嘅。佢除非嚟澳門
仲啲葡萄牙人又去碌耳豆，所以日本人飲咖啡咧，佢碌耳豆係一個豆類啫，但係咧就冇我哋直接係澳門同內地咁緊密嘅牽連，所以咧當時日本人飲咖啡都未幾多飲咖啡，但澳門地多，咁啊呢個係一個問題。而咧人類點解啱先講到係人類飲咖啡，唔係淨係葡萄牙咁啊嘅起源又係點樣咧？喺英國都好多牧羊家同埋航海家，就去到非洲，咧見到啲土著，首先講嘅地址咧就講一個係肯尼亞咧，咁啊佢上到去見啲土著圍喺度，一堆土著圍喺度用啲瓦罉嚟煲嗰啲煲咖啡，咁啊佢哋嗰陣時唔知係咖啡係咩，見到佢喺度煲一種豆類嘅嘢啫，發出香味好過癮，咁啊就攞啲嚟飲啦，哇又好提神，好飲，所以咧就愛嚟上，就同土著咧當時咧用正面角度嚟講就貿易啦，以物同佢換啦，而家係負面少少嘅話咧，就叫做睇在反面嚟講咧，就應該講係佔有啦，嚇你掠奪啦，佢先攞到嗰啲嘢之後咧，攞到啲咖啡之後咧，就帶翻英國咧，平民係飲唔到嘅，佢哋只係贈俾英國皇室，因為係啲有錢嘅貴族，所以咧喺英國應該講歐洲。第一批、第二批，甚至成百年歷史，能夠飲得上咖啡嘅人，必定係貴族，因為係有錢佬嘅，係有錢人嘅嘢嘅，即係相當於而家我哋講嘅食魚子醬都係有錢佬先食啫，一般人唔會食魚子醬啦，係咪？即係當時嘅咖啡同而家嘅魚子醬味真係有少少相同嘅咁嘅即係咁嘅情況啦，即係話你飲起咖啡嘅人一定好有身份，一定好巴閉㗎，即係而家你食得起魚子醬嘅人一定好有錢，好有身份，即係咁解。咁咧一直咧就佢啲冒險家去到歐洲咧，所以講嘅肯尼亞嗰度帶啲咖啡翻去，後尾咧我哋就叫做肯亞 AA。肯尼亞好，即係凡係咖啡咧都分好多品種嘅，高級啲嘅、中級啲嘅、低級啲嘅，最靚嘅我哋就叫 AA 啦，係咪 ？AA 係最靚嘅，有肯亞 AA、肯亞 AB、肯亞 A，因咩咁排落去啦嚇。但係真正嘅咖啡呢個係分級別嘅啫，但係咧類別咧唔係咁分嘅喎，類別咧係幾多目，即係話啲咖啡最靚最大粒嘅。係19目、18目、17目、16目咁樣計落去嘅，嗰個13、14目嘅咧就越嚟越平啦。同樣嘅品種，同樣啲咖啡，係響14目嘅同19目嘅價錢，分分鐘爭一半。有啲似鮑魚咁樣。係，有啲似鮑魚，即係同啲優質水果同啲劣質水果咁嘅思維一樣嘅。劣質水果就賣平啦。佢點解咧咁？點解大粒啲嘅又貴咧？佢除開乾淨睇嚟之外咧，味道都有差別嘅。因為點解咧？佢越大粒嘅，就佢嘅咖啡係靠入邊嗰粒囊。佢越大粒嘅入邊含有嗰粒囊咧就越大，所以磨出嚟咧就越香，越有咖啡嘅味。咁啊，嗰啲細粒嘅咧，反而可能係偏向於嗰種發育不全啊，因為係嗰啲次品啊嗰類嘅。肯定飲起身嚟就冇咁靚啦，冇咁香。又講呢一杯就呢個係人類飲咖啡應該講15世紀開始啦，中世紀啦嚇。咁咧，咁啊真正我哋一般嘅市民可以飲得到咖啡，又係大概去到咩時候咧？咁我哋講就應該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咧，咁啊嗰啲嗰陣時嘅工業又比較發達啦，航海又發達啦，工業發達，航海發達，所以交通咧好自然就發達咗好
多。嗯即係換言之，以前你靠啲帆船、啲木船去到咖啡產地，即係非洲啲地方去英國去，可能一嚟一回都要成半年計，差唔多1年一嚟一回。咁啊有咗工業革命之後咧，就我就係有船叫咩咧？叫火船。火船即係我哋講嘅燒煤產生蒸汽，就產生一種推動力。嗰隻嘅船已經好先進㗎。佢哋嗰陣時嘅年代咧，如果響英國去到非洲咧，應該係2個零月搞得掂嘅。一嚟一回咧都唔係好耐嘅啫。咁啊，但係咧，而家響我哋亞洲、響中國去美國咧，可能就要差唔多8、9年。呢個係工業革命啊！就係個普及度啊，就已經係比較大講啦。一般嘅人咧就可以入，佢哋就依方運輸方面啦，貨源喺非洲嗰邊嚟得多啦，咁啊變成咗啲人咧就有機會飲到啦，就平啦。咁啊就唔係淨係貴族同埋嗰個皇室先飲得到啦。你一般嘅平民咧，慢慢亦都有機會飲啦。一步步嚟啦，即係相對於中國一樣。中國係30幾年前咧，國內咧，你飲杯咖啡咧30幾40蚊嘅，但係嗰陣時啲人咧先係300、400蚊、400、500蚊一個月嘅啫，你唔係一般人飲得起嘅，都係老闆級嘅先飲得起。但係而家唔同啦，而家係好普通嘅學生都飲得起啦，9個9一杯，係嘛？所以咧就係呢個普及程度，即係你量越多啦，咁啊啲人就價錢就冇咁矜貴啦。佢嘅神秘感咧，亦都慢慢嗰個神秘嘅面紗就揭開咗，所以大家都享受得到咖啡啦。咁呢個就係從應該講普及咧，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人類開始慢慢文明咗好多，交通啊發達咗，物資啊流通咗。但係嗰陣時喺中國咧，我哋國內啊都仲係清朝政府時候咧，都仲係未達得到呢種水平。但係咧，葡萄牙人咧就所謂嘅香料啊嗰啲嘢咧，就運嚟澳門，將啲咖啡啊、其他啲食品啊嗰啲外國嗰啲嘢，嗰啲產品嚟澳門，然後通過澳門嘅海嘅水運到廣州嘅周河水碼頭。所以嗰陣時咧，所謂嘅南大門，我哋廣州係全中國對外貿易嘅一個最早嘅南大門嘅碼頭。嗰陣時，天津、上海都未有上海。天津港咧啱啱都未有點乜嘢，都未起步。但係澳門咧，同外國經商咧，就經澳門上去廣州嘅咧就係普遍啦。所以我哋講嘅廣州係祖國嘅南大門嗰陣時，就係咁啦。同外國人做生意、經商、通商，就係以廣州為主。中國國內，但係嗰陣時咧，葡萄牙人已經就會將嗰啲靚啲嘅咖啡啊之類嘅嘢，啲飲料啊，同外國啲食品啊，就會通過澳門運到廣州嘅洲頭咀碼頭，再運到鎮貢去俾朝廷，即係清政府嗰啲所謂嘅嗰啲官員有享受得到第一個飲咖啡嘅就係佢哋飲。平民百姓都只係聽講嘅啫，都未飲得到。即係咖啡呢兩個字咧，喺中國就出現。因為點解咧？人哋用嘅意思咧，都係咩咖啡色，但係未知道咖啡味。咖啡色即係而家講嘅啡色咁，只係啡色，但係咖啡咩樣未見過。係知道呢個色叫做啡色，黑色、啡色、藍色、白色就係食得咁叫嘅啫。所以咧，咖啡真正俾人哋中國人上好嘅咧，就係以一種顏色去形容先嘅，唔係飲得到先嘅。飲得到咧，都係朝廷啲官員先飲得到嘅。嗱，而家講我哋眼前呢一杯都係非洲咖啡。而家飲緊嗰杯叫做埃塞俄比亞，係嘛？埃塞俄比亞嘅一個地方叫做耶加雪夫嗰個省生產出嚟嘅。佢呢杯咖啡，我哋而家飲嘅呢杯咖啡嘅產地係耶加雪菲。耶加雪菲咧就埃塞俄比亞其中一個山脈叫做
耶加雪菲，所以嗰度生產出嚟嘅咖啡豆。咖啡嘅名稱咧好多都係以產地，因為山頭命名嘅。譬如話牙買加嘅富曼騰，即係藍山一號，就係而個山出嚟叫做藍山。一號就係佢嗰度出產出嚟嘅，咁啊就叫做藍西一號咖啡。好多係以地名嘅，好似話哥倫比亞就哥倫比亞咖啡。哥倫比亞有個山咧，亦叫做高山，叫做 High Mountain。咁啊，個山出嚟嘅咖啡，你高山咖啡又特別靚嘅。咁咧，譬如話仲有肯亞 AA，就埃塞俄比亞，南美洲最多咧，南美洲、中美洲啦，咩巴西啊，危地馬拉、安提加啊，危地馬拉啊，哥倫比亞甚至咩啊尼瓜拉瓜啊，咁啊好多都係嗰個地方嘅出嚟嘅。所以佢嗰度點解會咁多咖啡咧？因為佢嘅山脈嗰個海洋係有溫暖、赤道、經緯度符合咖啡生長，所以先有靚嘅咖啡。非洲咧，佢都係近赤道，咁啊近赤道佢光照又足，水分光照，所以咧佢就會咖啡嘅產量得多。我哋中國咧就係以雲南、海南有少量嘅啫，雲南都係唔係好多，但係咧真正嘅越南就多啦。越南仲緊赤道，佢經緯度仲經緯度同赤道要比我哋呢邊優越啲，所以佢仲適宜生長啲。一過咗廣東省就好難，過咗廣東省你話生唔生到咖啡啊？可能有，唔係雲南啦、廣西都好難種得到，係雲南同海南多啲嘅啫。但係廣東咧有啲地方種得到咖啡樹，但係見啲果係唔果，係唔實嘅，即係產量係好低，即係叫做屬於一種唔適宜嘅地區咧，就有一種種出嚟有少少發育不良嘅感覺，啲咖啡唔好飲，不足選產量低，所以就叫做樹海生長，但係咧收成係唔理想嘅，所以就係咁樣。所以咧，我哋而家飲緊呢杯埃塞俄比亞嘅耶加雪菲咧，佢嘅山脈咧係1800米至2000米左右海拔，所以咧佢生長出嚟嘅咖啡咧就會佢有啲光照足啦，嗰個水早晚氣温咧差又比較大少少。非洲亦都有熱嘅地方，亦都有佢嘅山高啦，亦都有係有凍㗎嘛。所以山越高，夜晚就越凍㗎嘛。太陽出嚟時候照到佢就熱啦，但係佢就話係温差，同埋佢個地方高山，就亦都唔存在嗰隻咩病蟲害特別少，即係蟲害啊！山高佢做埋係温差嘅地方，呢個蟲害特別少嘅，所以咧佢就唔存在嗰隻噴農藥啊，甚至唔好需要落化肥啊。所以咧呢個埃塞俄比亞咖啡咧都係一個靚嘅咖啡。我哋講係一個好健康嘅咖啡，係叫做咩有機咖啡。咁啊當然佢有冇攞到有機認證係另外一回事情，但係咧我係信佢係有機，但係佢有機佢冇條件攞認證啊嘛，因為你國際攞有機認證手續好複雜，而且有機構去長期幫你監察、去跟蹤，佢未必有呢啲。但係佢出嚟嘅真係一杯好咖啡咯。係埃塞俄比亞咖啡咧，講就耶加雪菲咧，我哋提倡咧都係手沖，機沖咧得唔得咧？梗係得，但係咧佢嘅就失咗佢嗰種嫩滑柔和嗰種。你經過，因為機出咧用機嚟榨咧，佢有8個巴以上嘅壓力嘅，就會將佢入邊嗰啲咖啡嗰啲咩過度榨取出嚟嗰種醇香味就會破壞啲，而且個水溫又相對高少少，所以咧佢就會嗰隻果酸味又破壞。所以咧總的嚟講，係我提議應該拉上來買應該。
佢嘅耶加雪菲應該係首宗嘅理想啦。而家我哋飲緊呢杯係即係未夠好完美。我哋講完美飲啊好都 OK 㗎啦，唔夠完美嘅原因咧就係個烘焙。如果按照我嘅角度嚟講咧，我哋講華氏攝氏去到208度出爐咧，至206度出爐咧就比較理想。佢呢個應該去到201度，佢深咗少少。你望佢嘅啡色都深咗，深咗少少，唔係話唔好喎。但澳門人係啱，澳門人飲咖啡特別要濃啲嘅，國內飲咧就國內嘅人飲咧就要純啲、滑啲，所以點解雲南咖啡咁受國內歡迎咧？原因就喺度啦，因為佢本身就淡淡地、香香地、順順地，對初學者嚟講係特別歡迎嘅，特別中意嘅。但係咧對我哋港澳人咧就未必中意，特別歐洲人就唔中意嘅。最終呢隻咧就有澳門人嘅口味，但係對耶加雪菲嘅發揮咧就未達到嗰隻最佳狀態。